楊一今次考得唔錯喎。Yes， 好嘢！我上次攞到70分，今次攞到82分啊！好嘢！你咁開心做咩啊？呢份卷咁易，個個都好似我咁攞到9字頭啦。係咪㗎？不過你唔好同我媽講你考幾多分喎。唉，真係冇晒心機啊！根據小學教育課程指引分章5評估求進，評估係課程學與教評估循環中不可或缺嘅一個部分。評估嘅最終目標係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學校嘅評估政策係應該相應嘅配合嘅。如果教師、學生同埋家長都只係專注喺評估上面嘅分數同埋等級，咁樣就唔能夠清楚咁反映究竟小朋友係學咗啲乜嘢，或者邊啲嘢係唔識。所以作為老師，佢必須要透過呢個評估去睇到學生邊啲識咗，邊啲未識，從而去調整佢哋嘅教學策略。而家長亦都可以透過小朋友嘅評估，知道佢哋邊啲識，邊啲唔識，從而去幫助佢哋配合學校點樣去支援到我哋嘅小朋友嘅學習。至於學生，佢透過評估能夠了解到佢自己嘅學習進度，透過老師適切嘅回饋同埋幫助，令到佢哋能夠調整學習策略，改善同埋延展學習。學校應該制定清晰嘅評估政策，以減低各個持份者對分數嘅依賴，並且鼓勵老師以低風險減壓力嘅多元評估，例如學習成果展，而代替呢個傳統嘅紙筆評估，融入學校嘅課程。我哋着重一個多元嘅評估，我哋除咗一個紙筆嘅評估，可能我哋會透過一啲口語嘅表達啦、presentation 啦、project 啦，讓到學生嚟到去展示嘅。例如進展性評估一樣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就未必淨係着重喺紙本上面啦，佢會就翻個單元入邊咧，佢嗰個目標主題係啲乜嘢嘅時候嚟到去幫佢設計嘅。咁我哋嗰個評估呈現咧，可以係做一本小書嘅，講古仔嘅又得，可能咧係用畫畫嘅形式嚟到表示都可以嘅。所以個表達嘅方式就唔係個重點，而係睇翻我哋想要評核佢個能力究竟喺邊度，然之後再設計個評估。除咗一個紙筆嘅評估，我哋會透過一個結合咗多元學習啦、多元嘅評估啦。譬如我哋會今年度我哋就會有一個小一 Big Hero 嘅一個評估嘅方式，讓到學生翻到嚟喺一個科裏邊咧，咁我哋會結合咗中英數常視藝聖經各樣嘢，佢哋去展示到佢哋嘅學習，跟住讓家長都嚟到去睇翻佢哋好似透過一個表演慶賀嘅形式去慶祝翻佢一個學期嘅學習。其實評估嘅重點都係一樣㗎，即係例如語文嘅時候，佢可能佢都要認識講朗讀詞語啦，識得默寫啦，識得去用説話嚟到去表達啦。但係我哋個形式咧就會用咗一個攤位遊戲一樣咁嘅形式嚟到去呈現出嚟嘅，佢會覺得有趣同開心，有滿足感，減輕咗佢哋對於考試嘅嗰種壓力。而學校嘅評估政策咧，亦都好希望咧家長能夠配合。而我哋學校咧，亦都會有一啲嘅學習歷程檔案啦。咁其實亦都有家長去參與嘅部分。咁家長係會一路 keep 住去睇翻小朋友嘅學習歷程，當中小朋友係邊啲喺個成個學習歷程裏邊佢能夠掌握或者掌握唔到嘅，家長亦都會寫翻啲鼓勵俾我哋嘅小朋友。而去到學期中嘅時候咧，我哋都非常歡迎家長嚟到去睇翻小朋友嘅學習成果展。其實個目的都係能夠希望家長能夠參與其中，慶祝翻小朋友其實整個學年嘅學習成果。最終咧，我哋好希望能夠透過個評估啦，能夠促進到我哋小朋友嘅學習。學校嘅評估政策咧，大致我都都幾清楚嘅，因為我都經歷咗佢個轉變啦。咁由開始嘅時候咧，只不過都係好似一般學校咁樣有測考啦，默書會計分啦。咁但係後來嗰個轉變就開始啦，因為推行咗一啲用評估嘅方式多啲。後來我哋變咗就係我哋而家默書咧係唔計分啦，完咗一個學習嘅單元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叫做進展性評估啦。
少咗分數呢，咁我覺得有一樣好重要嘅影響。如果我收到一份默書啦，或者係評估，佢上邊係寫咗幾多分數嘅，咁我就會好關注個分數啦。如果你上次90分，今次80分，咁我就會覺得80分唔係咁好喎。但係咧，當佢冇呢個分數嘅時候咧，我就可以一路翻落去睇下究竟有啲咩係做得唔夠好嘅。哦，原來呢個字你串錯咗，咁我哋不如一齊再串多次啦。咁我會 focus 喺嗰個學習進度度，同埋佢有啲咩做得唔夠好，我就即刻可以改善，而唔係一路糾結喺佢嗰個成績個分數度咯。就算咧冇咗計分嘅測驗同考試咧，我覺得都唔會影響我對小朋友學習進度嘅了解，因為佢每一份評估咧上邊都會將嗰課學嘅嘢啦分成唔同嘅類別。佢會剔翻每一樣嘢掌握到幾多，咁我就更加清楚小朋友其實佢個強弱之處啦，而唔係淨係睇住個分數，因為分數只係一個總結，而唔係我了解唔到個小朋友個進度。有冇影響佢哋學習呢？我覺得其實個影響係比較正面添。小朋友啦、家長啦，喺一個即係冇分數嘅評估制度之下，大家嗰個心情會比較輕鬆一啲，因為我哋唔係淨係睇一個數字，而係評估嘅內容，多啲親子時間睇翻你做啱乜嘢，做唔啱乜嘢，好清楚我個仔學緊啲乜嘢，我知道佢而家教到邊一度咁樣。我希望佢能夠喺佢即係學習上邊攞到一種滿足感。人哋話你今次100分，你90分，你唔好睇呢啲啦，而係你自己即係睇到我今次我溫咗，我啱晒嘅，我係全部識做嘅嗰種滿足感，我覺得應該係長時間咁樣俾佢喺學習上邊鞏固佢嗰個動機咯。冇晒心機咯。佢會口頭作出覺得我哋應該改善嘅地方係咩？我喺評估入邊學到一啲錯嘅嘢，跟住會去問下老師點解呢度錯咗。收到進展性評估之後，睇下啲錯處，然後要改善，唔可以咁大意。希望而家大家都會了解並認同小學教育課程指引裏邊所講，執行適切嘅評估政策係能夠幫助學生喺學習上高得到進步，亦能夠培養佢哋積極求進嘅學習態度同埋精神。透過提升各持份者，包括教師、學生同埋家長嘅評估素養，配合學校持續優化嘅學校評估政策，我深信學生一定能夠做到評估求進。大家一齊努力啦！